重点，明哲案的重点。中国政府凭什么可以逮捕一个宣扬民主人权的人？中国政府凭什么逮捕台湾人，任意逮捕台湾人？因此，李明哲案不仅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讨论余地的对人权的践踏，而且还是台湾这个国家的未竟之业。的确，他们也抓了其他国家的人，以间谍之名逮捕和监禁。中国再恶霸，也不敢明目张胆侵犯他者的国格跟主权。但是他们以什么来定罪李明哲？颠覆国家政权罪，这个只拿来对付中国人民的罪来起诉和定罪李明哲。中国政权舍间谍罪，代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，说了什么？他们以实践内国法的方式，再次强化中国人民对台湾地位的认知，把台湾当作中国的境内。第二，以这种罪名来恫吓台湾人，一种双重的恫吓。休想到中国宣扬民主人权，这是红色禁区。第二，在台湾上网也等同在中国犯罪。台湾是一个国家吗？台湾可以自己行使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权利吗？各位，蔡总统，目前在第三国被押回，还不是引渡中国的只有香港人，甚至握有他国护照的香港人。中国正在透过中华民族的概念，要取代现代的国家概念。这已经不是民族国家等级了。民族国家基本上，民族主义还需要一个国家的框架。各位，这不是民族主义，这已经是中华帝国的雏形了。如果加上习近平的国家主席无限期，因此李明哲案告诉我们，台湾的国格不是稳固的，台湾的政府和法律没有办法保障台湾人在台湾行使自由民主。如果你之后进入中国，或是可能的在中国可影响的第三国，一个潜在的帝国正在透过各种方式，要对全世界行使它独特的帝国观，那么台湾是他眼里最软、最好入口的一块。我们在台湾进行转型正义的意义在哪里？除了追究不义，难道不用追究民主的治理权限吗？不用追究民主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吗？一切似乎似曾相识，回到1947、1950、1960，践踏一样的人权来自于中国的政权，践踏一样的人权来自于中国的政权。各位想想，今天只看我们愿不愿意坚持我们努力了几十年。如果我们曾经说既遗忘斗争，我们怎么遗忘李明哲？谢谢各位。谢谢修信老师。我们接下来要请永社的副主席。